高官，于是私自将我判，原冷得头来归款。蒋灵娘，哦，韦大哥，哎，确实又哭了，洗了吧说嘞，我什么总要想开点，龙娃有夹根吧啊！韦大哥，说，哎好。蒋灵娘，蒋灵嫂呢？啊，当啥去嘞？哦，夹根呢？吃着哦，一道去嘞。哦，这个怎么风这么大呀？我的烟都抽不起来了。关了！哎呦！蒋灵娘啊，蒋根今年几岁了？12还是13了14岁啦。哟，14岁了，刚好讨老婆噻。讨老婆？哎呀，蒋里个官三钱都还不出，搿侬是中保人，总是瞒不过侬个。哦哟，我去隔壁官财长，我个中保人头都要搿边在。不过咋是去个，人子活高，侬总好想想办法个。搿有啥个办法好想嘞？屋里是5地，好买的都已经卖光了，要么还有2杆破草哦。哎呀，蒋灵娘，侬真是懵懂一时啦，不好在修身上打算盘噶。搿有啥个算盘好打嘞？蒋灵娘，蒋灵一死一百年，你空留着年轻媳妇在身边，大武身家世介绍八方，穷人世皆为那爹。寡妇在家是平常事，也没有什么不体面。你上十个活宝不把钱，我看侬真是懵懂少自矜。我是懵懂少自矜，在家寡妇能成几寡人。我一家生活本靠他，怎能够花肉不长度安心？蒋灵娘侬说寡妇在家不值钱，我倒有个好自己。我家山中有个破老楼，打猎为生已多年，曾经托我把妹来做，城里姑娘哪个肯嫁到山间？蒋灵娘要是蒋灵嫂肯嫁过去，她愿出彩礼多少80千，80千是80千。想跟讨老婆，为了关税钱，至少剩下20千，舒舒服服好过年啊！原以为花
要是不好自己。这是侬媳妇生来命不好，留在身边要回去天，骂了他我来一往新媳妇，你后半是我过老来甜。搿好倒是好个，搿要是伊不肯，搿哪个办法有呀？我只要弄得赢，一切我就签。通知胡老老，大轿到门前，捆捆抱抱，塞进后脚，清清扫扫，买改变。啊，搿么胡老老个人到底好不好个啦？哎哟，胡老老搿个人啊，打实金丝灯笼请啊请不着，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。搿么几时要人呢？只要侬一句闲话，明早就来抬人。啊，明早太快了呀！明早，哎呀，贾玲娘，夜上梦多，越快越好。搿么见人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，介好个，好，介好个，介一言为定，还一言为定。介我去在。好，搿侬慢走啊！哎，好。贾玲娘啊，搿千万不好走漏风声啊！搿我晓得个，介我去在。哎，侬慢走啊！好啊。蔡马家别进高官，遇着狮子将我怕。耶，贾玲说嘛。杨林嫂，魏大圣，嘿嘿，打赏。嘿嘿嘿，啊，嘿嘿，啊。魏大嫂，哟，想跟啊，张成大人在，嘿嘿，天娘，魏大嫂把侬去做个媒啊！哈哈哈！谁把家别进高官，遇着狮子将我怕。死了要咋的？娘，哎，娘，哎，蒋根啊，娘夜饭烧好了啊！哦，好吃夜饭啦，我吃不下。娘，吃夜饭嘞。哎，娘，刚才是不是魏大嫂与雷涛官贼见了？是啊，蒋根啊，搿杂事越逼越紧，搿日脚一天比一天难过，娘实在是没办法啦。哦，方才你魏大嫂道出了一股好主意，什么好主意啊？想叫你嫂嫂啊嫁出去。嫁出去？哎呀，轻点，轻点！哎呀，我家哦有个胡姥姥，伊肯出，娘想想，倒还可以啊，还了账，还可以接你讨老婆哦。娘，你怎么想的呀？嫂嫂她肯吗？哎呀，侬轻点，轻点，搿关伊肯
不肯啦？一肯也要去，不肯也要去嘛！已经讲好了，明早就要来带人啦！我要告你早上去。哈，侬小子，侬要是走漏风声，我打死侬哦！哎呀，江根啊，娘回来回去，还不是为了侬啊！叫侬姑姑为了啥，好叫侬讨老婆啊！我不要！呀，这小句，侬跟我进去，进去，叫侬进去，进去。我是婆婆能到老，婆婆嘛不能受，饥饿寒冷我能熬，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就怕要我去再教。看那张家媳妇离家少，与我一般扶照耀，去都是陪伴无奈再婚嫁呀，吃饭人冷嘲热讽到今朝。我宁死不做再
起这种单一人跳啊。不人也不是谁，他真正巧去没了。苦了自己一路老啊！诸事与想乱世忙，乃当无数等明天是人道。我为什么要去死呢？哎呀，你不能倒吗？哎呀，对，倒，哎呀，你快倒！最前面那个大那个。哎呀，我不晓得呀！哎呀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我，快走！
阿婆来吗？那他听客人相望一点不痛苦，西下头去准备不收头来，抽了几根蓝筋才会好呢。啊，太太，今年父亲断供是忙不过来的。搿实际在我之福里，侬也晓得我是吃素的。是啊，顾断供嘛总是淘气，搿对面个魏老婆子没啥个事情嘛来得个起劲，特意寻个人连个影子也不见来。娘，借我几个铜钿，我叫阿花陪我买火炮去。断供顾不上，问。你连眼都想不成嘞，还买啥个火炮？快走开！那我自己去买。哎呀，喏，赌气。哦，太太，老公，侬回来啦？早睡得怎样？只有半步到这。哈，只有半步。哎。世道变了，人心还话在。太太，老爷呢？正与高老夫子谈天呢，你先去吃饭吧。太太，魏老婆子来了。祥林嫂来。祥林嫂来，哎呀，结果是太太，侬还想着来呀？祥林嫂，快来接过四太太，接过四太太。太太，我是寻不着你，所以不过来呀。太太，他是为家三里人，那是我娘家。今乡里，今年春天上富士啊，乱响了步步小说扎一声，他情愿出来做帮佣，出席上活样能。老太婆愿意做中保，不知道太太可知悉。心想他来想，可惜他是不上老爷说来多情为还得他去商量。太太，是否是想人心不古？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唐梁越发的荒唐，明当自长更猖狂。给孩子别发令，非把公立亚当，上香准备结不公。
断赵家媳妇训诫上吊，我不但自愿替她做这一片木之名，我还特别审理不收钱。我还把我们已封锁的第18届征文题目叫做节妇吟，特别表彰表彰。自古道我是小，失去是大，这无非是挽救侍奉神心罢了。哪里？此文此句，不是小弟当面恭维，正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过10年书啊！哪里？可惜今日小弟手无巨身，不能插谈高人，只得今日再来请教了。老夫请教了，你若归忙，就不必讲论了。最好，最好，最好。老爷，为了不子来啦。见过史老爷，蒋林嫂，快来见过史老爷啊！见过史老爷。伊是为老婆子娘家的亲人，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。怎么是寡妇？屋里还有婆婆小嫂，因为穷，情愿出来帮佣。我看城外老人，老爷你看是何？这个，哎呀，年呀3遍用人难啊！所有儿，老爷先试试再说。老孔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，今年只收了半部逃成。可恶，是你在账房里面。为老婆子，娘已先死上3天，归居早去。多谢太太，多谢太太啊！蒋林嫂，侬来到这里做工，我过3日再来忙侬啊！不，真太谢谢你了。哦哟，不要客气，谢谢你了，阿经理呀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啊！南西北，去这边，去东京走到成天，大不多少地方，这对你的寡妇中金发间。我知道寡妇得进山里去，一张事情苦苦见面。江陵娘怀了账，我姥姥歇了肩，我姥姥有老公再三几度家门前，才知天不从人我，到处个谁喜花人也，我还是再去见，我还是再去见。
搿对面的寡妇，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，到今朝还没寻着。哎呦，眼看到时个铜钿就要落空在，哎呀，耶，搿五部队有个妇人家手里捧着个大炉，耶，好像是贾玲说吧？对，是贾玲说，是贾玲说。就是祥林嫂的婆婆啦，只因伊辣屋里。哎呀，祥林娘，还是侬自家去讲呀。哦，哎呀，四老爷、四太太，这话是很难出口啊，真是实在对不起啦。老爷太太容我讲，老太婆嘛有件事情要商量。我媳妇能在府上坐，正好便是一步登天堂。就只是家计患病人手少，财政以来是弄事啊忙，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拜望老爷太太多原谅。媳妇，哎呀，媳妇，哎呀，媳妇啊，你的心事我明白，娘的苦楚你也知情。春来农忙是人手少，我得来领你回家门。娘，我在这里走。每个月工钱有500文，还可以去家里1万账，我不回去。哎呀，媳妇，他虽说没有一个外甥们，道理总要讲清，哪里有要来就来去就去，何况有。哎呀，媳妇，哎，媳妇，你把我3个月的工钱拿去家用吧。媳妇，哎呀，
哎呀，太太，哎呀，太太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呀！我是实在是没办法呀，屋里穷讲临死，老的老，小的小啊！媳妇不委屈嘛，叫我怎么办啊？好了，哥哥弟弟怎么体统？老孔，老爷，去把祥林嫂的公姐算出来。哎呀，老爷，既然他伯伯要他为妻嘛，就是要回去嘛，也要做到约定，这是规矩嘛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老爷太太真是两度佛度了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搿那是大户人家，哎哟，人手多，不在乎过薄人个。搿我们是小户人家啦，是靠义气个啦。顶好嘛，今朝就让我带伊回去啊！假别当，老爷，明早还要过节年。那好，徐到约定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老爷太太，哎呀，讲的算了，你还啰嗦什么？老爷，我刚才算了一算，一共是1250文，祥林嫂上车借用，1文都没有花。拿着它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老爷太太，祥林娘，哎呀，祥林娘，好醉了呀！哦，哦，哦，老爷太太真是两度祥林娘，哎呀，祥林娘，好醉嘞！哦，哦，谢谢老爷太太，谢谢老爷太太。穗儿，啊。哎，老了，我还没有想动啊。自家伙，搿跑进去就发出来这个人了。辰光不对你，哎，会不会有风啊？俺能放心，祥林娘也是只老口，再不出来，今朝要回不了山了。俺能放心，搿种事体我记得多来。这套辰光发套日节，今朝发到手，发过门，帮帮忙，老酒总有得吃的啊！祥林嫂，阿虎，来嘛！哎呀，哎呀，阿虎，来嘛！哪里啊？哪里啊？不知道哎。这里不要了。别搞懵逼了，我这。但他们搞懵了，大饭不。我家在山里。
呀，侬啦，真当会做人啦，姥姥啊，都快有侬个嫂嫂，今朝啊，终算成家嘞。侬啊，一当娘，一当嫂，良心好，不容易个。我还是侬三叔母讲得好呀，这是托了侬三叔母个福呀。哦，跟着伊指着嗓子来，来，一眼眼，手数好，一眼眼，来，三姑。九斤太公，侬做好。哦，九斤太公，好，姥姥呢？姥姥，姥姥呢？上山打猎去了。啊，今朝是啥个日节啦？啊，真是年纪轻不懂事了。做好人嘛，那是天生的，我去打啥个蜡嘞？你也是去当歌剧小菜个。哎呀，这日节啦，过得真快啦。个姥姥个爹做好人，我来到眼面前，想不到今朝姥姥也真亲在。呀！新郎官回来了！哦，新郎官回来了！究竟他讲什么？哎呀，姥姥耶，今朝是啥个日节？侬也去当啥个了呀？姥姥是去打歌剧小菜个啊！到底是年纪轻，我怕难为情了哦。姥姥啊，是老实。这样哦，姥姥个爹成亲的辰光，还是人啊认不着个啦。新娘子来喽！来，快去！新娘子来哉！老头，新娘子来哉，还有一半呢。哦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蜡烛点起来，蜡烛点起来啊！来哉，新娘子来了，老头，老罗呢？来了。姥姥大摆啊，大摆摆，漂亮一点啊！来，新娘子来了，姥姥。魏大叔，我叫了你这许多年的魏大叔，你这样欺负我一个寡妇是要断子切身的呀！哎呀，我还不是为了侬好，姥姥有啥个不好？不晓得比侬屋里向家人好几倍嘞！霸道，来，霸道，来，蒋丽嫂，一点点悲伤。哦哟，不要紧，来，哎，下回，哎，霸道，来，霸道，哎呦，一百天，来高大，夫妻对拜。这做生人家帮姑姑，终究是两样哦。不要紧，等到明朝进夜到门我们一关，明朝就好了。来，好老酒去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酒菜。酒菜都准备好了，大家准备老酒去吧。老奴，不要忘记，姥姥打了个3斤草
姥姥，我去在啊。姥姥，我是姥姥，姥。你好点了吗？你走开，蒋道培，你走开，你把身子伤你。蒋道培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你要到哪里去呀？你我身子伤啊！我不要你管，你不能这样，天黑了，外面是有压死你呀！你不能这样！会不会去寻死我？哎呀，你不能这样！你不能这样！哎呀，蒋道培，你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，蒋道培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哎，我啊！算你力气大，蒋道培，为你什么？让我回去，我花了许多财力，倒也不去杀他。你要是寻死灭亡，这不是害我吗？你满气回来骗我，我是让我回去。你要到哪里去呀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叫我受冻。哎呀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谁认识你呀，蒋道培？让我回去呀！都怪为姥姥，为什么事先不讲好呢？你们为没有讲好，你满气回来骗我，你们为没有讲好。蒋道培，让我回去呀！真是天晓得了。我姥姥今年忘了3冬，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。我虽是身上伤呀一撮，强兄大头我不为蒋道培。我姥姥。
苦，他是你手情家前城中儿，杀生宽解救在梦，家贫富艰难守寡，以死期愿意家常。是我自己愿意的，对你个哪子？他万寿一为乡邻万丈夫，二为孝顺他媳妇。我花去彩礼八十全，下妹结完不算数。87，哎，是87，女皇不知道。我不做强盗，不做仇，你讨我87钱是从哪里来？来这里翻山越岭去佛冈，风餐露宿我也沙沙雨打三绝水，明天下的大难为，那不是自己他有懂，也不能尽多少财。87不是继续怪自己，平平脆脆脆龙来，夜生家红房花烛城上灯，我老罗子一场欢喜半人悲，这年新雪花人回，今生莫想再把情分配，我是区区薄尘难结账，还落得一副强套配。
只见他有时懊恼，他有时回头坐一旁发了眼，好像要是不能是要归夫家，要闹又不能闹，要陪与夫人，这真是昼夜难来，流夜难熬。今天两乃母真为我好命苦，我好命苦啊！你哭嘛，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生穷嘛，身体倒是要紧的。我好命苦啊！你喝点茶吧。你的账给是我还你。账不要紧啊，只要我们不怕吃苦，账总有办法的。我们有的是力气哟。杨林少宽何姥姥，心里酸两声多错，只要稍稍
上心啊，三寸啊长，青布的来红布帮，穿在阿毛小脚上，妈妈快了喜呀喜洋洋，喜洋洋啊！阿毛，妈妈，哎呀，你这家大的可真快呀！阿毛，妈妈，新伢子好看吗？好看，阿毛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我们把它脱下来，等外衣子做好了，一起穿。新伢子新打扮，妈妈看了真喜欢，弟弟看了你笑，妈妈叫我好暖暖。妈妈，接对好，那我们来拨头。啊。妈妈，我要抬什么头？芦花抬，什么路？翻抬什芦么伞？花雨伞，什么铺？铺抬铺什么夫？上元什福，么长？一抽长什么鱼？芝麻鱼？什么子？白花什子，么白？橘子什糖么鸡？老娘去呀老娘鸡，老娘鸡。阿妈娘，阿妈娘哎！妈妈，妈妈，阿毛弟，阿毛弟。哎呀，毛弟你怎么样了？阿毛弟。阿嬷娘啊，老少文正刚好，侬哪个好让伊出去当人呢？也算是当着了，可人啊昏倒在山沟里了，要好好养养啊。哦，真的谢谢你们了。对了，哦，对了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了啊，谢谢你们了。啊，姥姥，你到底怎么样了？那有什么？你看我不是又好了吗？弟呀，阿毛，弟弟，你看，弟叫你当了一只狼，弟弟，阿嬷怕狼。阿毛不怕，这是只死狼，狼吃人，我们就剥了他的皮。怎么成天也为鱼狼？怎么没有啊？都在山里少看见就是了。这是这小狼儿，大母狼被他追了。阿毛娘，今天当到的亚岁，上个月的利息可以抵掉了。是啊，大伯刚才来说，老爹王又来采茶了。哎呀，姥姥，你怎么样了啊？弟弟，啊，姥姥，我去烧碗传团粥来接你暖暖肚啊。哎，我吃不下，刚才出去的时候已经吃过点狼饭了。哎呀，你呀，真是的，上碗正刚好，怎么可以吃冷的呢？哦，我去烧一碗热粥来接你暖暖肚啊。弟弟，阿毛，来，妈妈，阿毛，妈你到外面去拨头，让你爹好好歇一会啊。啊不能追远。啊，阿毛，弟，哎呦，阿毛，心啊，怎么只有一只呢？万一这妈妈做，哦，好好好，妈妈做，妈妈做。弟弟，阿毛玩怕不怕狼？阿嬷不怕。哈哈哈！弟弟，哎呦，弟弟，弟弟，阿毛公，去不得，
你歇一会。啊，弟弟，江郎，江郎，江郎。去门口报头，爹要歇一会啊。哦。姥姥上一阵我发痛得很呢。哎呀，姥姥，怎么样了？姥姥，大哥，哎呀，我发痛死脚。哎呀，看来是不会好了。哎呀，姥姥啊，小弟有言拜托马爹，姥姥，马爹。兄嫂从小都曾念。
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呀！啊，姥姥。
照顾你们。去把阿毛叫来，接他吧，可对。
他们这里说不要吗？放都不要的呀。上面是说拉都是拉到后面下来的。老爷，老爷，侬又要出去啊？哦，我到高老夫子家去去，马上就回来的。老爷，那么侬把做副个侄子刚刚定再去嘛？正是。老爷，武当人家多老道，家务事乃得还要我照料。年年做夫是常规，份内只是别忘掉。日子早该挑选好，为什么出儿不一定要能领上轿？侬有没有空过？再不听侄子，连言都写不成嘞。那为啥不早点教好呢？还会寻得着？每年为了做短命的屯工稻气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着那祥林嫂。祥林嫂，祥林嫂，开口闭口总是祥林嫂。你不要一碗祥林嫂，那一股长风的根了。他是从家到家，日子过得倒很好，还生下一个儿子，你要他再来还谈不到。好了，唠唠叨叨，去叫老孔找一个短工来。老孔还会醒得茶？人家道呀，这管人家的事，自家屋里的事一点都不管的啦。老孔，太太，侬去雇个短工来。太太，这些天雇短工，工钱怕是要高一些。年夜三边有啥个办法高就高一点吧？太太，韦老婆子来了，哟，个死老太婆还想着来。外面好像还跟着个祥林嫂。祥林嫂，祥林嫂来。祥林嫂来。见过四太太啊，祥林嫂，快来见过四太太啊！见过四太太。哟，祥林嫂，几年不见，你老得多了吧？呀，这是几岁大小啊？哦哟，太太，真是天雨不测风云啦！他自从嫁到山里远，头几年过得到人乱，谁知道丈夫得了丧祸事，阿妈预备浪途走，孤苦伶仃无依靠，
这段无路乃多少郎，怀望太太泪水泪。先师作孽，我真笨，我真傻呀！我但知道下雪天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。我去拿了一只狼，盛了一篮豆，叫我那阿妈到门口剥豆。他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他句句都听，他就出去了。当我要寻阿妈的时候，阿妈不见了。我急呀，我急呀，我到处寻到山坳里，只找到了阿妈的一只小袜子。我怕呀，我怕阿妈被狼吃了。故说呢，只见阿妈躺在草窠里，她肚子里的五脏都被狼吃空了，水里弯晶晶，捏着一只小篮子。先师作孽。哦哟，太太，和尚们总归是要人过，搿上山不是入山呀。再说，如今已孤苦伶仃独家头，也好长久的走路去了呀。太太，侬就应应好啊！好吧，不过祥林嫂，你在我家做，可不能哭哭啼啼的，老爷是最顽疾的。哦，吕妈，你把祥林嫂的包裹拿到我房去吧。多谢太太，多谢太太啊！祥林嫂，侬安心来搿里做工啊！魏伯伯，真太谢谢你了！哎呦，不要客气，谢谢你了，拿金铃呀！哦，谢谢你了，魏伯伯，真太谢谢你了。当我要寻阿毛的时候，阿毛不见了。我急呀，我就到处寻。祥林嫂，祥林嫂，侬味道好了伐？啊，我还没遇到你。哎呀，祥林嫂，祥林嫂，哪位来呢？只找到了阿毛的一只小袜子。阿毛呢？只见阿毛躺在草窠里，
他肚子里的五脏都被狼吃空了。哦牛，水里湾轻轻一只小篮子。都讲完啦，我往母亲过来，侬再讲一遍啊！是啊，我还想再听一遍呢。是啊，我真笨，我真傻呀！祥林嫂，我要再讲啦，嫂嫂已经发脾气啦，一天到夜我真笨，我真傻。我真笨，我真傻，总是犯错真心话。阿毛玩我这也有这样大了。娘娘我怕，娘娘我怕。阿花，哎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我要再讲啦，太太来啦。家里嫂啊，这怪农民法好啦，侬要想开点啊。哦，哎，今朝个故事啊，倒是蛮好听过。明朝啊，叫七斤的娘一道来听。阿女，怎么晚了？晚不去困觉？去。哦，阿花，去叫阿慧来。只有7万个人，没做事情的人。明朝就是祝福，连个17载我的人也没来。太太，17载我会
来的呀？喏，去叫来呀！明朝徐子正模样，一切事情都比问他，千万人领导给他办，做事都要点一点，把一把，日子完成了一喜好，红情红婚还给人他。想说，侬不要动。作为一批新民，五十那青春长，乡邻说，我叫侬不要动，侬听见了吗？侬还在这里做什么？快点与我去劈柴！哦，强嫂，真像个西施面孔，一年到夜为得没个笑容的啦。天到了西郎啊！老西郎，老西郎，我真笨，我真傻呀！我但知道下些天夜宿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杨林嫂，侬又来啦！撇账啊，撇账。哦，哎呀，小林嫂，哎呀，侬做过2次寡妇，搿少算啊是不管不金刚，搿些东西太太是不让侬碰的呢。强林嫂，侬头上的疤不是拿手长起的吗？啊，疤，哎，哦，小
想林嫂啊，我得侬想想，侬实在是不格算噶。想林嫂，侬实在呀笨，侬所心常思到关心。下一块伤疤痕，当被人家当瓦砾。再是你跳过长夫也伤命，真是一件大罪。将来弄到阴司去，么那两个是会男人还要把你争。到那时你做一难呀遇难，那夜我总会将你一句两。这是真的吗？侬还不相信啊？我到肉里报错给侬看。侬看，这上面不是画着吗？十年一往，判官小鬼。吕妈，有什么办法好想吗？这办法嘛，哎呀，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只怕侬啊办不到哦。吕妈，你快点讲，快讲啊！想林嫂，命外是去到征西土地庙。去转条门看，安坐替身，让亲人带来万人夸，说了你这一世大财迷，那么吕妈，要得擦好了门的。好了，常大嫂，擦好了，拿到
是自己的影子，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。不是去到真心土地了，绝了门开做替身，要欺人他，害人狂，要欺人他，害人狂，错了无罪是他，才明。杨先生他凡生花，说了老人也是他，苗子爸爸，哎呀，苗子爸爸，苗子爸爸，哎呀，苗子爸爸，侬只要做做好事，做做好事个呀。请侬个罪孽倒是蛮重哦，不过侬要捐条门槛，侬哪个捐得起个哦？哎呀，捐一条门槛要多少啦？总要20千。 20千啊！哎呀，这我哪里捐得起呀？本来嘛，侬哪个捐得起呢？哎呀，苗子爸爸，苗子爸爸，侬只要做做好事个呀啊！苗子爸爸，哎呀，苗子爸爸，我每个月的工钱只有500文啦。500文？那么侬真心要捐哦？咁我拨侬核算核算，搿成功没了70，至少也要得12千。12千，侬每个月工钱500文，正好做2年，正好12千。搿12千嘛是最少了，最少嘛侬就发真心来，搿发真心嘛捐出来也不灵个啦哈。哦。爱过。
还不晓得，祥林嫂就能看起来，就能看起来。是啊，祥林嫂个人啊，真是阿弥陀佛啦，就是得个命啊，给害死啦。准好了，准好了，准好了，门开一条。吕妈，阿婆，要做事正如出山去同工，元宵节前把做好，三日了福前去。4尺宽，1尺高，始终怕你转不成，13雨里拦不了。从今日让千人踏，万人夸，我的在你好受掉，哎呀好受掉啊！是不是？从此之后啊，侬好过好运在。吕妈，阿虎。哪有空的辰光，也帮我去搭一搭，搭一搭，好过。时日已到，老爷关照上府里。
他，我好拿了呀！阿哥，快躲过来！哎呀，太太，我卷过了呀！什么卷过了？老爷，我门开卷过了呀！什么门开不门开的？我的菜烧过了呀！蔬菜，你还想蔬菜？你这个不祥之妇，伤风败俗，一生一世也说不了财。哎呀，千岁万岁！阿哥，快问一问！哎呀，祥林嫂，今朝是啥个日家？啥个日家？哎呀！你会懂他讲些什么？叫他滚！老孔，老爷，把他的工钱算出来。吕妈，奴报过。我早就怪着过你，这个伤风败俗的姐太了不得。哎呀，都怪我一时心软，谁知哎呀，以为变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老爷，工钱他全部拿去了，只剩下几十个零头。拿起他，叫他快滚！真是一个妙种。老爷，帮我进京祝福，祝福。祝福。阿女。
我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长心满地风浪万千。那瀑布是啊，它流下了冲沙，江湖苗为老啦，江湖到山间，多亏老路啊，他对我好啊，干年与毛亲。老了，我失败，我是啥呀？我带
俺知道下雪天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。老龙，你不要怪我，不要怪我。谁知道啊，山外头去老路的命啊，遇上无浪烟，披香那他把失去我良亲，来我啊，我儿子从大路父亲啊，自去的年日寂寞途长，独生无良子寡妇谁与从老爷他前无言，为了坐在去追门啊看，花去不顾情生儿情，曾是他欠他的谁意都苦涩啦，却为我的才女成就轻薄的，啊呀，轻薄的啊！我要告诉去，我一定要告诉去。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不知有抬头问苍
这到底愚不愚啊？死了的一家人，我们再见。